南投的警方抓到一件拢是外籍移工的偷车集团哦，因专门偷牵停伫路边，发生车祸的乌托邦，甲车抬拔了后，搁再停改，搁袂互其他的移工。 26岁一年级男子骑机车来到南投县玻璃镇信义路明德北路口，便衣的员警马上团包围，因为这名男子唔但是过期停留的移工，也是偷车集团的主嫌，去当场逮捕。破获一起为籍移工组成的窃车集团，专偷路边事故机车，并私设拆解工厂改装贩售。目前已逮捕主嫌，并查扣赃车，全案持续追查中。 警方表示，集团专门锁定因为交通事故毁损，无法度发动暂停伫咧路边的机车，也个私设工厂，将偷掉的机车改装，挂伪造车牌，以1万至3万块的价售卖予工乡移工。员警当场伫咧1年级主嫌机车车厢内底查到药仔鉴定犯案工具，而且追查到4名买车的移工。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表示，移工犯案违法是事实，但是现行法规予因无法度自由转换雇主，工作处境艰难，予因逃走冒险犯案，是更加需要探讨的侵占因素。仲介是一个原因，雇主也是原因，债务压力这些都是种种可能的原因，就是容易做违法的事啊，是那个处境上的问题嘛。所以我觉得。 其实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自由转换。专案以涉嫌窃盗、伪造文书、入出国甲移民法罪嫌，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，而且扩大追查车辆的来源甲流向。警方也呼吁民众交通事故的车辆应该赶紧刷走保管，避免和不肖人士锁定。公司新闻南投报道。